来了？正是我们儿孙来了。来了就来了吧。妈妈，我们今日前来可不平广场啊！我们替你请了一位财神爷来了。财神爷，快请啊！他是2年前请家人爸爸。哦，是公子啊，他以为你是妈妈，他就是大名鼎鼎有才有势，皇上是第三公子王金龙是爷。哎呀，是个贵人，快个让人去意，为贵人结婚。提来苏三，论今王三公子驾到，岂能不接？哎，是应该接，是应该接。不过这娘，苏三姑娘真有病哦。既是有病，那我们就下次再来吧。你玩耍什么花俏？堂堂王三公子，还为少女之故。哎呀，这个日子让我进气款款，他才能出来接你们啊，算是你们的勇气，也是你的勇气。hai位师兄，既是苏三有病，我们不能使妈妈为难，累个放荡，下次再来就是。哪里是苏三有病，是妈妈有病哦。妈妈，她刚才那有声有笑，真是她有病。她生的是人之病。师兄，妈妈是吃龙桥，这位苏三姑娘一定是生意上去了。王师兄。
师兄有往我吃，这里与苏三姑娘陪你谈心。我们到二院找自己的心上人去。哎，公子，请啊，嘿嘿，请。是叫苏三，我已经知道了，君子就是慕名而来呀。望京楼，张一人头。my
望金龙听来一动听。姑娘心为生子太悲伤。李公子表同情，两人相劝永不公子你看我想去尽，不知何时故乡。爱情本是我故乡，从无知名来谁在？每人才十分芳名，今日有约为姑娘。姑娘啊，不要想。公子还讲不完，不要想金缕放在我，外望姑娘是罗莽。只怕是常来喜断时光长，为人你不开三这是在织女家人，你解救清醒。来，这里有罪，莫非受伤怠慢不成？不是，几费怠慢？为何急于要走啊？我还有事就此告辞。那这些银子就作为走此。哎呀，受不了！受不了！哎，公子，妈妈，请你，我帮你往公子明天上来。明天来啊，明天来啊！妈妈，你交上了好用，可不要忘了我们的好事啊！我家三姑娘已经天神，当然忘不了明亮的好事。明天来啊！哎，明天来啊！哎，送卡，送卡。想不到快乐山中，夜中两不容易月清早，三把两年啊。
红州高手。哎，王公子怎么还没有来呀？王公子他脱去来衫给我金房，不知他打来银子多少？哎呀，妈妈呀，妈妈，3万若7两，即可就到。哎呀，3万若7两，真是请了一个贼人不是？可惜我这吕城院的地方太小。刘春元地方小不要紧，只要在后花园少起暖不儿女。哎，妈妈，你看可好？好，妈妈，这叫王公子在后院给一处百花两地。哦呀，太好！哎，苏三姑娘王中都要放上金杯玉盏彩盘彩饼。好啊，好啊！这边大生意可是我们替你拉来的呀。哎呀，我家三姑娘有今天日，当然忘不了你俩的好事。好，一言为定，即日动工。发下银子即可动工。只要吩咐嘛，马上就照办。好好好。哎，王公子来了，银子也来了。快虎牙相遇。来来来，哪里有最新就挂了没？
王金龙，当开天窗是两望，你下了许多心去，连一分银子也没有带来。哼，我现在已经开不出门来。哎，这里是妓院，不是监长。公子，王金龙，你银子带来边嘛？要是没有啊？
怎么样？莫帮我妈妈不急。公子，想不到曾经是此代佛。哎呀！想当初，我最大山落情，媳妇御用金院门，八日风筝小李宁，王八的对应连生，暖不日是我少，再给一首八花令。西马金杯玉鸟在，玉马吹波玉吹平。想不到此举唯有一年整，36000人举一花回人，包日死里吹别金啊，人也相追真心人。莫为此事太痛心，苏山与你造生命，归来远从情丝家，自从宁子不从情，想你年少放青春，原应该立志都是情发分，情来岂是距离的公子啊，不是早人为暖君。本来你哪有人娘请与妈妈使用？咦，想我你不寻，取我不少银两，对我前去问他们讨完一了。哎，公子，你差一。你不信是小人，居有自家无情人。崎岖的日子须相伴，只恐怕烦恼一路人。
明白早提名，当那是名正一人来受审，我与你夫差无罪，永是两情比。上帝说得有理，小孙证明就是。这样最好。只是我要为做南京路途遥远，没有回转，寸步难行啊。去台湾人了。这乃是上帝让你为了心爱之物，使不得。既已用这东西，还费什么礼物？是忘记龙神之有鬼。只要公子非往看得此事，不妨书上一片此情，也就是了。不学三经，受伤。今天本是你万元之日，怎么你忘了先去万元进香了？轿子已在门外等儿。公子要为南京，传旨不忠，我正苦趁少相出门之便，向员外姐妹上家人了。妈妈，我先去。好，上丽，上丽，你快陪你姐姐先去烧香玩哟啊！姐姐，走吧。上帝，公子，我去就来。被小人欺。往前喽，哪来？什么银子啊？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，银子家里就会寄来。我现在是要。现在没有，没有，你我走，走，就是要走，也要等上帝回来。没有钱，万一什么三计四计，你走不走？不走我过来，走。哎呀，我管你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王公子啊，我是与你开开玩笑的。哎，我知道王公子有的是钱哎，啊。这是蜀山姑娘的首饰哦，不要脸的穷光蛋，偷我姑娘的首饰，你管不就管？哎呀，走呀，我调夫里山庙之用，官之穷贵望金龙，蜀山总霸，看来金。老娘的好家好啊，用啊！
今有这样巧，巧女公子在关王庙，三姑娘几次三番相投告，就我要把三郎走，这正是得破条无行刺，我立刻到刘城院中把行当他要这样怪不出声，我当断必别难消恩，难消恩。呀，妈妈，四小鬼，你对人生气啊，把老娘的脚也打痛了。哎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接三姑娘送信来的啊，送信哦，我是送花。哎呦，他看也不肯进，晚送什么花？哎，妈妈，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呀？哎，自从做了王金龙。他天天长病在房中，3天不能起过床，越哭越闹发蓬松，一日3餐不肯吃，要他即刻死不中，死不中。那你劝劝他呀？哎呀，我硬的当了女人的好，手动了这根不中用，不中用。不用担心，我经过替你去劝，他连我的话也不肯听，你怎能劝得醒他？哎，还是让我再去当他一顿，不怕他不起来。你看，哎，妈妈，哎，妈妈，哎呀，妈妈，妈妈，三姑娘是你刘成月的要钱子，万一耽误了身体。你妈妈去讨谁呀？妈妈，我怎么经过夸口？只要我去劝啊，只要3言2语，报他为心准意。哦，要是你真的能劝得醒他，妈妈也少不了你的好处啊。哎呀，有什么好处啊？给你1两银子，他少，那么2两不够，好3两，5两，5两，要是劝得醒他，5两就5两，一言为定，谁会拦你？好，我要劝了，那你快些避开呀！咦，老娘在此何方？妈妈在此，我就劝不醒他。为什么？哎呀，妈妈，哎，生要离，死要别。你妈妈在此，就是劝醒了他，他也不好意思答应啊。哎，我要是劝醒了，快来叫我啊！哦。三姑娘，三姑娘，金姑你来了。三姑娘，你的喜信来了。哦，莫非王公子已有下落？公子他
义府里，公子踏上美食起步，在京都有一位做王爷的亲戚。第七这位王爷啊，三姑娘，你也知道的，他本是憨憨有礼，虽不相威风凛凛你去到胯下几滴插土马，虽丈夫的青龙刀，正在那胡老关进嘴里不瓦用刀上放上草。这是关公关王爷，我问的是王公子是在哪里？那王公子就是在关王爷的府上呀。孔子子开出院门不得康，只得龙袍在关王庙。哎呀，公子苦了你呀！苦的我在后头呢。他头上戴的八孔帽，身上穿的四川袍，三餐是要等王爷去贫道，到夜来新家走上八根桥，他真是度日之年真难熬，只怕三季到来到。公子啊，你快在瓦上落下呀！我人才过这艰难，蜀山既然一直难，哪怕是去出外来家里找。姐夫，你快陪我去见王公子。妈，那王伯伯儿怎肯轻易放你走啊？这是不是好？苏三姑娘，我倒有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快去！我不违章。为了公子，你非常不可啊！妈妈，哎呀，妈妈来了，快站起来呀！妈妈来了。这是什么啊？我正在劝他，谁知他就胡言乱语起来了。哎呦，苏三，你怎么了？哈哈，妈妈，他骂你这个老不死，你这个老不死，他骂你这么晚不死，你这么晚不死，他骂你今天就要死，今天就要死。哎呀！你们看，
你醒醒，哪里来的什么怪王爷啊？你们快啊！快王爷生几岁？赤兔马上水那山青龙岛，威风凛凛。你是来自哪域么？相书上冷落人，苦海风尘。受人说，遭人欺呀。关王庙里少换了一姑娘，哎呦，哎呦，你们看清节目啊！关王爷当了我，哎呦，哎呦，你们不快跪下，替三姑娘求情啊！阿弥陀佛，关王爷菩萨，你是放下素山吧，我离开这个关王庙去了玩哪一个关我嘛？苏山还原，喜欢我关王爷高香啊！关王爷菩萨，你是放下素山吧，我离开这个关王庙去了玩大家去而已。哎呦呦呦！素山，素山，你醒醒，素山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关王爷谢灵了，哦，关王爷，他要你离开到关王庙，前去万源进香。哎呀，妈妈，哎不要多说了，等一位关王爷啊又要发怒了。阿七，这里，陪你姐姐到南面玩意，到关王庙是去万源进香啊。姐姐，苏三姑娘，我在门口等你啊。妈妈，三姑娘全醒了，5两银子可以进屋啦。去！我叫你全到完好，一全叫你全疯了。我忘记你银子啊！哎呀，这是关王爷发怒，与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你与我滚！哎，你说老娘都美。
晓，当初是他们广州王公子，也是用的这一招。今日你道公道做得好，清澈关公手段高，这就叫诸葛亮文如钓鱼台，钓来大军不绕操。三姑娘，三姑娘，姐姐，快走吧。对，金姑，你快带路。是。三人花木上堂，看得他是飞王转王庙。囊中思绪独身难，一帅来临不问报，不把天就把夜下更走个，不哭泣身在关王庙。
想不到三姐真的会来大姑娘，素才何时无地，不在当天公子下落。公子，你竟为了到这外光景，哎呀，我的也罢，努力去发现方，王八宝儿凶死笑，狠心将我赶出门，我受尽饥害无耻高。我是为不得家乡啊，救不得爹娘，落怕看的有最小。我一人把那妇女不寻找，他们是不念囚禁犯讥笑。我几次上门来找你，宝儿是去访不起来做娘，幸亏经过把心做才得下为这怪我苗张人才能相见，才望回当初不听孙子忠言。回家尽都去这样才好。夏公子满腹文采，出口认真，只要用功读书，定能进邦庭。这是我要回转南京啊，路途遥远，没有船只，是无引导。
门。呀，再贵呀，再贵。素才早已想到，这些人俩人与公子作为路费。哎呀呀呀！你此生三季相处，是王金龙命贵非夫啊！素才并无他去，只有一事。三季群将，王金龙无不从命。公子啊！女子心，公子啊，我素才好比花张人，你把我逼走来，你公子好比蜜蜂采花心。今日花开多美人，蜜蜂梨花不离分。但愿花香散落时，那蜜蜂不要一去就无音信。三弟放心，我王金龙就不是忘恩负义之人，我愿在圣界门市。我王金龙有朝一日金榜得中，就不顾为赛金。把我终身是哦，对对，不能混着大小，王金龙上不去苏山，叫我不得好事。公子已容了，苏山现在人前一表心意。神灵在场，公子非我不去，莫非公子不讲？公子，我是叫讲。
咱们话大喊大叫的。这位大爷要听岳当成说声，这位大爷贵姓啊？我叫沈叶莲，本是山西人，家于外公几我年，外公几我年啊，快活来到金多财。坐在西里，牛拉当吹，我是天仙是难寻，我年年爱不知，想讨他回去，多小心啊！岳当成不肯见客，留在家里无用啊。他既要去，就答应他，倒可以嘛，趁此机会捞进一笔身家银子。对，三大爷。我当曾经都看明镜，有才有貌更有你啊！他本是我吕城院子的要紧子啊，我老来指望将他依。你要去他回家去，三个银子苦啊的。我深夜里山西府上有名气，今明四山不说计，你是多少就多少，我定要去他回山西。好，既然大爷上去，我也不多啰嗦，做媒的银子嘛，是300两，要当成的身家嘛，是一斗金子，一斗金子，一斗金子。好，我这里有银票一张，你们先拿去。有手叫你，有手叫虎，我当成马上随我走。这，我难道还有什么条件不成？沈大爷，不瞒你沈大爷说，要当城南望究竟，不肯再接别看，所以嘛，必须用计相骗。原来是此。我倒有个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写一封假信，就是那王金龙他的中文相，要你沈大爷被他动往暖京，这岂不就到了山西？好计，好计，早计大爷。
沈老头子又回来了。哼，还打了几年药堂出回来。啊，你还吃醋吧？哎呀，哪里是吃醋，只是又多了一颗严重之敌。既是严重的，何不把关进？此话何言？我有妙计，你请讲来。我们先下对是深夜里，还是深夜里，再将这在你看见肉汤城，看见药堂城，岂不是已经送上吊？已经送上吊，用他严重定，用他严重的。这样一来嘛，你我就可永做夫妻，白头到老。永做夫妻，白头到老。这宝对呀，有你相守。我到红东院衙门再去马通官府。牛蛋菜，你为什么见了我总是敬而远之？沈大爷，你为什么还不带我到南京去找王公子啊？牛蛋菜，你那座深夜里为了你花了不少心血呀！大爷，你也在这里？我是叫他蒙衣服的。牛堂菜，你将这碗羊肉面端去大爷去。是。大爷，大娘给你送来了羊肉面啊！我家大娘真也为啊！牛堂菜，你也吃一点。我不吃。味道不错，你少吃一点吧。嘿嘿嘿嘿。牛堂菜，你到我真的陪你到南京去找那王公子？难道你是骗我？牛堂菜，我与你才是了吧。身家林子越得起，美女回来做小心。你是我当真？
平居，哪来？大爷，听此以来满川金，蜀山大梦是初心，以为是好心陪我去南京，才知别有用心，谁已经。沈大爷，请你放我走。哎，哪里有这样容易虐当车？光景容易去无平息，倒不是才只为我享福位，你已是我沈家人，再想回去反不来。地上无力气也在，我的长长子进衙门，哈哈哈哈哈！山西老虎举衙门，谁不知我深夜里我看你高来高去高去高来高，不追牛当车，你还是从了我吧？你不要做梦，让我走。
两情再要团圆意，苏三，你一路之上开花少情，见鸟托心，地地口口与有用。哎，去吧，老爸，你不知道我好冤枉你。冤枉！吼吼！我从公道当了一时的家常，也不知听到了多少冤枉事，见到了多少冤枉人哦。老爸，我有天大的愿望，但不知是谁的从前天人。哦，想不到你一个小小女子还会有天大的愿望，倒不妨说给我听听。老爸，你听了。哎，苏三，你讲呀。难道源于真情真爱？恨的是宝儿快在四道起，病的风浪，出了什么事？家父三，你既不关心家业父丧，那你不该下头害死他呀！迷中我呀飞无方，你是大娘狠心肠。既不是你下的刀，是我竟在被打起家呢。老爸，苦的我是吃大人早餐。哭得我也伤心起来了。哦，不必难受，我们就在这里歇上一会，再赶路吧。多谢老爸。哎，这么大的大热天，我唱着鬼子酒还要起床。你背得重杆，拿酒的头，来，我来替你拿下来吧。老爸，上次那是朝廷王法，怎能去得？这天高皇帝远，出了贼还管什么王法批法？多谢老爸。老爸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好人，哎，好人连儿子都没有一个。老爸是此年纪长无儿女，没有儿子倒也罢了，连孙子都没有希望了。老爸是不允许苏三人为民营民女，以致以下事哦。我哪有这么大的造化呢？死不得，是的，死不得，是的，死不得，是的，弟弟在上。
也罢。女儿，弟弟，女儿，弟弟，女儿，哈哈哈女儿，在跟贵婿到见面礼，你插插嘴吧。多谢弟弟。青山女儿宋长梅，定然是生计所怕才无奈，为若分离也伤心，儿哭俺不少良心，他不给放为你负曾经，我为他挣得多少鲜花你，到头来将我美女生一领啊！报日是又在看下连女啊，无解好莫上啊门，姑娘年轻当着要件事，到神老之王就当着马路上。带什么良心，说什么爱，
还不是王军把人为神经啊！三苦安抚上生意里，他不给表院带来一对金，每人家人300两，还我3西人。这种人真是该死，有2个秋天就3起4起。开关红洞园，哎我愿望嘿呀这也难怪，一个男人讨了2个女人，时常要心情出海风光了。苦哎300两月也分长命，江苏山当当秋大来。常言道，千里做官只为财，官不贪赃，岂不要亏失老本？你不找他，只好用刑。他一当，你就遭，他的当就退了。哎，苏三啊，你怨天怨地有什么用哦？我有思有想有苦哎，在红洞园内好什么？红洞原来无好人？那不用说，我也不是个好人。来来来，把这个打上吧。嘿。句娃儿出彩开，弟弟一把怒气生，我走上前去骂海里。好女儿，我哪会生气？弟弟，走吧。弟弟慢来，谁与怪的姑娘想先生我与王公子分别之时，在人间里下日月，如今带我去做高人了。此次也好，走吧。
你大老爷到此来了，你那万载之身倒入重蹈难免病虐之苦。来来来，快再为我多比一把。小白是公家，实在不来，那今天拿下去投产，别难上当。
万无疏散，苦存大道。你这道去，大上好。是。万无疏散，上道。好有一比你做的，正好比鱼儿落马，一去无回转。但愿大人为国情真，能开开你的死罪。万物与我不得取得来，有罪不管对，是牛罪得取得来。谢大人。哎呀！有点头昏。请问大人，此案初问，此乃是美术生命的案子，哪有不问之理？大人真是爱民如子，是此令我大家动身。爱吾可有账？与呈上来。问你可有账？你是有，叫你呈上来，又是无，这是无道理。分明是不叫吾来，看大意思。去吧。看上自在人睡去，不如上在家内，老大人开一席之恩，将万物当堂贴书开开，万物总是究竟，也是明目。请问大人，此意可免？列面哎，当堂批书开讲。是。下场30人以为论。是。万物
好，两王在退，老下死哎。孙啊，孙啊，孙啊，文呐，讲吧。我欲看初次见300年，请一杯香茶情同醉。想那王公子初次进园，见面银子300两，请一杯香茶请走。以我看来啊，嘿嘿，亏孙德是一个大大的可靠。哎，哪里是可靠？分明是王明忠吃了个败家之身哦！叶兄，你不看来呀，那王公子可以说的是一个可靠，算不得，算得，算不得，算得。哎，弟兄，大人是算的吗？你我羞涩是算的呀。算得。公子儿子把元气，拿来了多少银子？三大300龙，请你在你文中死了气死。在园中必是一年挣3万多千万为谁？想那王公子在你园中迷倒一年，36000名都拒你花情，难道你吃的银子，穿的银子不成？哎呀，叶兄，想他园中是有花费。二大人，你怎么知道他的花费？知道你写的是花费。我知道你写的，哎，不是大人知道的。你我是有生他的花笔，花费。西马金杯绿油菜，玉马菜满玉菜林，也用不了这许多。奈不儿公子长，又给了一束花花的，来的是王八宝儿心上来，不忘记向公子关出了去，来王公子花费3万多钱，在园中立足一年整，却为我将他不得几元，这都怪宝儿死里在情。很紧张的宝儿，铁心肠的王八，遇见盗用的表卡。公子内外出了园，哪里有事？怪我庙内他生那一日经过来报信，我
问人去托爱情人，你可曾见到王公子？我与他姑娘的容相会，抱头痛哭再聚情，神仙定相生师妹。弟兄，人想那岳当成倒是固有义气的，如见得。想那王公子已经穷途落魄，衣衫褴褛，那岳当成还与他在一起求经，定下了黑日三门，岂不是固有义气的吗？哎，哪里是有义气？分明是长门之物，家境虚拟哟。穷途落魄，再去求经，定下了黑日三门。二位弟兄，那若当成苦算得，你从城里生大人说他有义气嘛，比我兄算他有义气啊！我打发公子去观他，称他名字为暖君。问他多少？黑夜之间，一无天平，二无等称，用手下来300余哎两。呀，对呀，这黑夜之间一无天平，二无等称，用手下来是只有300余两。哎呀，我说的是那王公子啊，初见昨天300两，当分别4三正他1三81，岂不是300两？我300两，可人真人来心欢喜。原来大人说的是300两，我300两。弟兄，我们生下去。生下去，家。长公子为暖君，我在暖来长有病。公子非我不娶妻，肉当成例子不嫁人类。公子例子不娶妻，肉当成例子不嫁人。这也是三妻。三妻，岂能不嫁人？我保儿男女为大义，你这里子不嫁人，怎样与家于山西3年里？对呀，你说你子不嫁人，怎样有
上到先当48这无尽的白纸，难用在一不成造人，百无本道不招人，大郎你一笔当来无处悲。你在其中治了几载？在其中治了1年里，有人前来观望，谁来探望无一人？那王八宝儿你，王八宝儿不早已，那自信的王公子，他与我三夫妻有情。你今生与王公子的苦深得，一日杀与王公子，亲上给你一生的情。是他比那王公子与你无所生存道，他不来人呀。啥人记得公子名？我总是句句念在心里。哎呀！四三当当许久情，他是内奸帅不心，他句句都是真心话，我岂能贴到心上看不清？事到下回泪相我不娘娘不用苏三，你的爱情本过一纸，待等身份清楚，是为水落石出，你再写下去吧。是。这档官司未同意，牛当称这人放宽心。谢大人，哎呀，这大人好是去清晨，莫非是我那三郎带公明？是公子就该将我认。王法漂亮，我用情。明了，我上飞身去此心话，看他知情不知情。大人，有当参考兵花中人，那王公子必出来，王公子好比迷蒙才华，想当初花开多美人，蜜蜂与花玻璃分，到如今花香已散落，蜜蜂
人必须并不此案，并不此案。理当是此，理当是此。回答。前庭，项目王金龙出得进来，一路之上刀斧当庭，三地下落，想不到三地却顺遭不法之冤，我就是拼了这一点乌纱，也要得救于他。当崔是他就是军人，不负军官大人，因此以华女子为妻，有所问题。九大人，你我上天举本身上。哎呀，刘大人，此话错也。出在哪里？是故官上是西厂。女人方便，士气方便，刘大人不必过于慎重。这那王金龙长远且地，归为情婚，你我位在他乡，从上只怕不利。就是告到了他，这把夫情婚也不为娘你去做，何必结下这个冤仇？刘大人不帮三思。以九大人之见，那刘当臣既是冤枉，你我就为他平复此案，开设刘当臣，这身虽太罪臣前于他，这样一来嘛，嘿嘿，你我倒尚有高升之榜啊！相人呐，叫长来团结。我有人来，是谁？是我，你来做什么？是来团结。探望什么神啊？探望三姐。三姐，这里没有三姐。啊，探望岳当成。岳当成，你是他的什么人？我是他的弟弟。岳当成的弟弟。哦，王八的儿子来了。哪来？什么？考3吃3，考4吃4，开门迎子啊！哎呀，你今个要我？你什么？你什么？你什么？你今个要我要当成你的银子？今天就是把父亲熬来了，老娘也要他的银子。好，经理，哼，看你到14来。好。岳当成，快出来！有人前来推望于你。一生才将有当成，把空官才
记礼分明是一对夫妻，哼！其实妈妈说过，就请你在应该方便吧。看你说的口里，就方便你们吧。快出去吧！哎呀，我打算起来做节目走了。来吧，三弟一定为你并不慈爱。你如人待官谁死定了？我啊，他是女扮女郎称的弟弟，到此何事？前来团结，胜利团结1万精力，来与我拿下。且慢。老夫今这有这事了吧？我乃是不服敬而王金龙大胆！我冒充警卫大人来掌灯上前，开国明碑。哎呀，我警卫大人背着给。哎呀，该死！要见他，想不到这次巧遇会了。魏责任一将又当参陪愿有恩平反了境，兄盘少皆生于彼世，你怕人做哪归恩？你即是方又当称其大人，你是他的，快来是不为大人。哎，奇怪，卑职对反要之故意之被人好背。下了，众也一杯好酒也。大人从温习，这位大人美丽，向我永记不忘。三弟，你们快来接过二位大美。奇观，请大人。